2023客家树葵花文化节举办迈入第10档，已经成功拍响客家树葵花的名号。为了好来看会民众有更好的体验，区公所也伫周围架设了装置艺术，让民众会当更好的处境。区长张明宝表示，虽然今年雨水较少，花况可能不如以往，不过区公所也尽上大努力压水，就是希望会当好来看会民众袂失望。咱客家树花今年已经迈入第10年了哈，每一档拢吸引真侪咱本地佮兼全国好朋友来看咧树葵花今年呢，咱树葵花花季呢而且咱这个2月25开幕接续咱3月初4一个艺术 party 的活动，一直咱会延续到4月底啦差不多4月23至4月底这段时间。来客家拢有真水的花通去看，今年的树葵花成长了袂歹，成长袂歹，但是边仔这个皮衬花卉咧，譬如讲咱的火焰鸡冠花啦，因为今年多气候因素的关系，无啥落雨，造成讲咱这个皮衬的火焰鸡冠花咧，成长了并无真大丛啦，但是整体来讲也是真水，边仔这个树尾草即摆开了长水。所以而且咧，要呼吁咱全国的好朋友，若要看咱全国上大的树葵花，咱上水的树葵花园，来客家。民众若是对活动有兴趣，会当前来客家区的光华社区，就会当看到这片全国上大的树葵花海。不过要注意，树葵花的季节只到4月底为止。现在当是看花的好时间，民众就要好好把握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